咁賽事咧還有10零秒到咧就正式開始㗎啦咁啊嗱，睇到啦，白色嘅車咧就係83號車，咁啊首先開車啦，開出嚟咧就83號白色㗎，跟住咧係64號，再跟住嘅咧就係95號、87號、83號、79號。咁第一個圈嘅賽事立即展開，而家嗰啲賽車咧已經魚貫㗎，直向呢個葡京灣方面進發㗎。咁啊就成紮車咧向住葡京灣嗰度駛嚟嘅。咁帶頭嘅咧喺最埋邊彎角嘅係83號，83號冇錯啦。93號車咧係有啲故障，咁啊開唔着啊，咁啊就係由咧江瑞就係由冼偉明所駕駛嘅賽車嚟㗎。而家上架車咧就上咗呢個咧加斯蘭斜路啦。呢個新手賽咧，大家爭取到分數啊！啱啱咧有兩架車咧喺呢個葡京灣方面咧係由於入彎過急嘅關係咧係產生咗故障㗎，咁啊分別咧就係82號車就係陳志宣所駕駛嘅車嚟㗎，咁另外一架咧就應該係61號啦。黑色嘅賽車，咁啊工作人員咧立即係盡力嘅咧係將架車移開㗎。咁而家啲賽車已經去到呢個咧松山腳，領前嘅依然係一架白色嘅賽車，就係83號㗎，楊馬全所駕駛嘅豐田科路那。成紮車咧已經去到呢個摩羅園啦，直向海角遊運進發。咁開始第一圈就已經緊張啦，喺葡京灣兩架車咧就撞埋一齊。所以咧係話明咧係一定係有驚險鏡頭出現㗎。啱咧有兩架車咧係攞開咗，都冇事。而家去到8甲灣方面啦，所有嘅車都要慢下嚟。哎呀嗱，啱咧又碰咗一下啦，57號車，咁不過咧係冇事㗎。呢啲咁嘅新手賽啦，就時會有呢啲咁嘅驚險鏡頭出現啦。啱嘅車啦，有架車啦，喺呢個樂富門灣嗰度，即係水塘附近，近游水棚附近咧係發生咗故障㗎。咦？呢架係咩車嚟㗎？擺下。車手可能仲想咧繼續行去，但唔行得啦，要泊埋一邊。83號，工作人員已經發起黃旗。咦？似乎係83號車咁樣喎，係咪啊？架車唔喐得啦，佢就係左邊個車胎係爆咗㗎。好啦，第一個圈咧就快完成啦，咁我哋睇下啦，呢個名次啊究竟係點樣㗎？咁而家總看台嘅咧有一架白色嘅87號車領先㗎，拋嚟對手99號，跟住79號、89號，哇！而家呢幾架車咧向領前嘅方向進發啦。咁啱啱停下嚟咧，嗰人就應該係83號車啦。87號車嘅江兆基係領前㗎，冇錯，入葡京灣啦。喺葡京灣度咧有架車咧就撞咗咧，就推咗上空㗎，所以咧就阻住喺度嘅。車手入彎嘅時候咧，更加要小心啦。而家上到呢個咧加山斜路啊，仍然係咧87號嘅。87號車手係江兆基，香港車手去揸嘅係304。咪轉得相當之好㗎。咁佢尋日嘅試車成績咧，最快圈咧就3分6秒14。比賽到呢度咧，啱啱過去第一圈進行第二圈嘅比賽，佢已經係將對手咧係拋離咗啦，相當之遠啦，超過200碼㗎。今次汽車新手賽裏邊咧，30車咧係只有幾部嘅啫，其他咧大部分都係個佬拿嚟嘅。佢呢架車咧係相當之好啊，發揮得。而家咧去到呢個碧瑤灣向湯九環方面進喺呢個
摩托員方面進發啫。咁江少基咧，琴日喺試車嘅時候咧，成績係排第3位㗎。咁佢今日咧就啱先咧83號可能有啲故障撞咗落嚟爆胎啦。咁喺個水塘角嗰度停咗落嚟。咁而家仍然帶頭咧係87號江少基。龍馬全架車慘啦。咁啊，尋日試車前係相當之好㗎。咁啊，江少基咧已經係越去越順啦。已經係一架車咧放到去呢個八甲灣啦，其餘嘅車咧還未見到㗎。咁啊，已經向呢個漁翁街方面咧進發啦。已經喺第2彎咧，已經帶嚟俾第2位咧，已經成一條直路咯喎。可能喺左邊嗰度我哋見咗架車咯，呢架就係83號嘅。83號㗎，冇錯，龍馬全架車，因為佢一開始嘅時候係佢領先嘅。87號江少基，香港車手所揸嘅30力徑啊！而家咧向住呢個水塘灣角啦，好快咧就走入呢個咧就看台直路啦。睇嚟咧，佢好快脆就會完成第2圈嘅比賽。咁啊睇啦，99號車喺後邊嚟㗎。咁啊進入第3圈嘅賽事啦，領前嘅依然係87號車。咁啊放嚟咧第2架99號車咧係好遠㗎。咁啊99號咧就係香港好手洪柏文所駕駛嘅福特佳里㗎。呢架車咧就進行得相當之快㗎。咁呢架87號車，咁啊又上到去呢個99號車啦，喺第2位，咁已經係俾佢放嚟咧就差唔多成條直路㗎。咁9號車咧就係由香港好手洪柏文所駕駛嘅福特佳里，係屬於 E 級嘅賽車。就去到呢個啦，係松山嘅上路啦，喺孤兒院灣。咁99號車咧，而家係排喺第2位置㗎。咁87號車咧，正話我哋經過我哋面前嘅時候咧，我哋聽到呢把聲咧就比較靜。帶緊頭嘅仍然係87號江少基，香港車手所駕駛嘅30力徑。咁咧就喺開賽咧2個圈冇幾耐咧，已經有幾架車咧就已經壞咗啦。咁先喺葡京灣喺個水塘角咧有一架車爆胎嘅。咁樣海角又穩啦，87號車，即係第3圈嘅時候仍然帶頭，佢離第2位咧相差好遠好遠啦。咁如果以新手賽嘅情況嚟比較啦，咁啊一架車自己喺前面領放咁遠嘅話咧，冇咩太大嘅意外啦，都應該咧係相當之大機會㗎。咁啊第3圈嘅賽事咧就快咧係要完成㗎啦。咁佢因為咧已經係直向呢個咧可樂灣方面進發㗎。咁喺第2位嘅99號車咧已經距離得相當之遠，而第3位嘅64號車咧就係由鄧德榮所駕駛嘅呢架豐田斯力架，咁而79號車咧就係由黎漢文所駕駛嘅呢架豐田科羅拉 GT 嚟㗎。呢架咧就係領前緊嘅87號賽車啦，江少基香港好手所駕駛嘅30力徑。咁今年參加房車新手賽嘅咧車手咧總共有30幾架嘅，比舊年咧仲加要多嘅。咁喺一開賽嘅時候咧，由於咧即係太擠擁啦，咁有啲車手咧亦都沉住撞咗落去。咁啊，其實嚟講咧，每一年嘅新手賽車裏邊啊，房車賽裏邊都會出現呢啲咁嘅鏡頭㗎。咁啊，由於咧大家好急嘅關係，咁啊跟住嘅咧就係99號賽車喺第2位㗎，啱過終點。咁我哋喺咧嗰個看台直路睇到咧，一路葡京灣嗰度去啊，
99號同埋87號咧相差咗成一半年路啦。咁而家第3位嘅位置咧，究竟係邊個咧？咁啊兩架車咧就係相當之激烈㗎。咁啊分別啊就係79號嘅黎漢文嘅賽車，同埋64號鄧德榮所駕車嘅豐田斯利架，一架豐田 Corolla。咁啊兩架車咧係鬥得咧如火如荼㗎。係啦，而家去到葡京灣啦，79號係領前，64號喺第2位、第3位。咁啊而家咧3、4位之爭咧係相當之激烈㗎，得10力添。咁啊上到去呢個荷蘭園啦，你睇下呢個咧鄧德榮咧有辦法咧係超越啊黎漢文啦。咁啊由於佢哋喺試車成績嚟講咧，大家相差不過係5秒時間左右嘅啫。咁兩架都屬於豐田嘅賽車，一架咧就係斯力架，一架咧就係Corolla。喺試車成績嘅時候咧，64號啊，呢個鄧德榮咧就似乎成績好啲，係比較好啲，喺第2位㗎。咁不過咧就相差嚟講啊係好少嘅啫。咁而家第3位置之爭啊，兩架車追得非常之貼嘅。如果咁樣督法咧喺新手賽裏邊啊，係分分鐘會有意外出現嘅。因為根據過往經驗咧，新手房車賽啊出現咁情況嘅話咧，就會產生意外㗎。好狠啊，鄧德榮，仲喺外欄過。但咧，由於係79號㗎，呢位香港好手黎漢文啦，亦係把持得相當之好，食住個位一直唔俾佢去。而家咧雙雙咧就鬥到去呢個摩羅園，直向海角遊輪進發。喺第3位嘅咧仍然係79號嘅，佢架車係白色嘅，跟住嗰架啦64號紅色車，鄧德榮所駕駛嘅豐田斯力架嘅。呢兩架車咧一齊已經轉咗落呢個海角遊輪啦，向住呢個八甲灣駛去。兩架車追得非常之貼嘅。哎呀，就係好嘢，食咗位，呢個位食得靚啦，鄧德榮。鄧德榮就喺八甲灣裏面咧，就食咗呢個位咧，就喺內灣咧爬咗呢個79號黎漢文嘅車前嘅。排進佔呢個第3位置啦。咁而家你已經係開始第4個圈嘅比賽㗎。咁呢架車咧，呢兩架車咧，目前啊係排第3個圈。咁啊一齊咧就過咗呢個可樂灣。咁79號黎漢文咧，亦都想喺呢個水塘角嗰個直路嗰度咧，就超前翻呢個64號嘅。我哋啱睇下呢個慢鏡，64號鄧德榮就喺呢個內灣度咧食咗呢個位，喺八甲灣咧爬咗，咁啊贏咗個第3個位置。鄧德榮架車咧風馳電掣咁樣，相當之快啊！爬咗79號頭之後咧，得勢不饒人啦。經過看台，直向葡京灣方面進發。鄧德榮。咁啊，而家咧睇你啦，佢係向前啊，係向呢個99號馮百文第2位嘅福特加里挑戰㗎啦。哇，變得相當之好㗎。我哋而家已經進入到第5個圈嘅賽事啦，第4個圈嘅賽事進行完，開始第4個圈嘅第5個圈嘅比賽。見我哋記錄咧，而家仍然帶緊頭嘅咧係87號，第2名咧係99號，第3名咧係64號呢個鄧德榮所駕駛嘅豐田斯力架。佢爬過咗79號之後咧，已經遙遙拋離咗呢個79號啦。相當之勇啊！佢駕駛呢架豐田斯力架。咁啊啱啱咧就係先後有4架車咧係入咗廠㗎，咁啊分別咧就係87，分別咧就係92、85、75同埋79呢4架車係入咗廠㗎。今次房車賽咧一開始咧谷嗰幾個圈咧，有啲車咧就頂唔順喎。咁啊喺呢項嘅比賽裏邊咧，都可以講得話就係認真係精彩刺激啦。咁啊
喺呢項嘅比賽裏邊啦，就係75號陳永九嘅車上水嘅車啦，有一架豐田斯利架已經咧係入咗片。咁啊，另外啊，黎漢文架車咧，79號架車咧，就啱啱啊係有一片嘅，就可能咧有事故啦架車。咁啊，佢呢架咧就豐田 Corolla，因為佢剛剛係同64號鄧德榮架車咧鬥得相當之刺激㗎。咁另外啊，由謝偉雄所駕駛嘅85號車，呢架咧就係寶馬賽車啦，3月3晚啦，亦係已經咧係入咗片㗎。咁另外92號車江瑞生架車咧，豐田 Corolla咧亦係有事故，咁啊澳門車手嘅賽車嚟㗎。64號鄧桂榮、鄧德榮。咁啊，以目前嘅形勢嚟講咧，就係啊，領前嘅就87號，第二位嘅咧就99號，第三位64號，第四位咧係73號，第五位咧就69號㗎。咁啊喺呢一項嘅比賽裏邊啊，目前啊就盧鴻佩所駕駛㗎，即係3號賽車就呢個3名賽車咧已經進入到第4嘅席位啦。咁而69號嘅賽車咧就係啊由呢個香港好手謝劍德所駕駛嘅30力驅渦輪啦，係增進到呢個咧第5位㗎。咁啊喺呢一次嘅賽事裏邊啊，30嘅車咧就唔係太多，但以現在嘅形勢嚟比較咧，30嘅車咧就似乎咧係佔喺前列嘅位置比較多喎。啊，包括有啦領前㗎啦，就87號嘅江兆基嘅30力勁啦，喺第一位啊，就係30力勁嘅賽車嚟㗎。咁喺第二位咧就99號車，就係咧福特佳利，就馮百文所駕駛㗎。咁而第三位嘅咧就係啊劉德榮所駕駛嘅74號車，64號車咧就豐田斯利架，就喺第4位。咁啊而喺第4位置嘅就73號車咧，就係由龍佩所駕駛嘅就三田，就係呢個咧30賽車嚟㗎。咁而另外啊，就係喺第5位嘅69號賽車咧，就係由香港好手謝劍德所駕駛嘅30力驅渦輪咧，亦係啊喺呢個第5位。因換言之啊，目前嚟講咧，有3架車咧就係屬於呢個30嘅賽車喺前列嘅5名嘅位置內。咁完成咗5圈嘅賽事之後咧，帶緊頭嘅仍然係87號嘅江兆基所駕駛㗎。咁江兆基所駕駛30力勁咧，佢嘅車身咧係紅白藍間嘅。咁咧而家已經咧去到摩羅園啦。江兆基所駕駛嘅87號嚟到呢個海角遊運，向住法甲灣駛去。佢咧一路遙遙領前啦，由第一圈一路至到而家為止啦，一路帶頭嘅。咁啊已經咧進入第6個圈嘅比賽啦。咁啊好容易啦，佢就即係呢項嘅賽事嘅一半路程啦，佢已經咧係跑咗啦。似乎新手賽裏面咧開始嗰幾圈係好緊要㗎。幾乎勝負嘅決定啊，就喺開頭嗰幾個圈方面。咁因為咧，尤其是係喺車手搶入葡京灣方面啦，係更加容易出現事故。一開始咧有兩架車就撞咗啦，咁好可惜咧，就呢個83號咧亦都爆胎。喺新手賽太急嘅情況底下咧，就會出現呢啲咁嘅故障。咁啊，最堂哥我哋見到有架賽車啦，呢個99號排喺第2位嘅目前。福特佳利，白色車身㗎。喺直路上面咧，完全冇對手㗎。咁啊，跑到而家嚟講咧，即係可以講得話咧，整個形勢已經分散晒啦，分開晒啦。咁啊，領前咧就係87號賽車已經咧係放離咗第2位嘅，而家呢架咧99號車咧係放離咗咧差唔多咧有一條直路㗎。咁啊，而喺第3位嘅64號車咧，亦係啊慢咗咧就係成條直路。而家係30車同福特佳利鬥啊！洪柏文所駕駛嘅99號，白色福特佳利，而家駛上去加山車路。
個跑道上咧，賽車已經唔係太多咁，好似啊。可能由於開頭嘅時候咧爭得太緊張，啲車手咧就撞開車，成幾架車又已經入咗廠啦。佢話好彩咧，佢又跑10個圈嘅比賽，如果唔係嘅話咧，都幾傷腦筋。呀，呢個64號，又係咁咧就啦。嗱，啱啱咧就喺葡京灣方面咧係出現故障啦。咁咧而家形勢咧又要改觀啦嗱。64號咧就由鄧德榮所駕駛嘅豐田思力架。咁睇睇咧，大會公佈嘅就係第6個圈嘅名次啦，依然係87、95、64、73同埋85號。但係64號咧喺葡京灣就撞咗埋去欄邊嗰度，咁究竟會唔會影響佢名次咧？咁應該會啦。咁嘅情況底下咧，將會係改變成咧係87、69就99、73、69以及85。咁64號咧喺葡京灣好可惜又次撞欄，影響咗佢嘅名次。咁而家進駐第3位嘅係73號，由香港車手盧鴻佩所駕駛嘅3名車嘅。咁帶緊頭嘅仍然係87號，佢好穩陣啊！咁85號趙偉雄嘅車咧就入個 pit 之後咧就立即出翻嚟啦，結果係搶咗前列嘅位置嘅。66號咧又入 pit，咁以現在嘅形勢嚟睇咧就係87、99、64、73、89、69。就89號車咧就係由香港車手鄺志偉所駕駛嘅豐田 Corolla 嚟㗎。咁目前咧就喺呢個第5位。果看台啊，7個圈完成咗嘅係87號江兆基，直向呢個第8個圈嘅賽事邁進啦。咁還有2個圈嘅比賽啦，佢就成為本年度嘅呢個咧房車新手賽嘅冠軍得主啦。咁葡京灣嗰度咧，啲工作人員已經發旗啦，叫小心啲，因為有架車阻住喺度嘅。87號車上到松山啦，完全冇對手啊！其實真係咧有啲輕居已過萬重山嘅感覺啊！人哋咧就話輕舟已過萬重山啫嚇，其實嚟講咧佢就係輕居已過萬重山。喺毫無對手嘅情況底下咧，咁已經咧喺呢一場嘅賽事裏邊，只要佢唔啱車嘅話，唔炒車，咁就應該咧係可以有機會奪標嘅。穩守住而家咁嘅位置已經得啦。咁喺尋日試車嘅成績嚟講咧，就江兆基最快一圈咧係做出3分06秒14㗎，都唔錯啊！咁而結果楊馬船架車同埋鄧德榮架車咧之後係翻咗車，咁就成為佢嘅天下啦。咁呢啲咧響佢前邊嘅已經係比較落後嘅車啦，就係78號賽車咧，就係由林信章所駕駛嘅豐田 Corolla GT。87號車江兆基嘅話，有啲慢咗去照明下啦。係。呢種咧就體育精神。佢話我唔係要淨係贏先咁簡單，仲要顯示賽車嘅本領同埋技術快，一切以快為本。咁而家咧已經去到呢個咧係可樂灣啦。睇睇經過7個圈嘅比賽之後，名次就係87、95、73、85、65。咁7個圈嘅比賽嘅名次。87、99，咁仍然係領前嘅2架車。咁呢架咧就係87號㗎，咁就係由江兆基所駕駛嘅3菱力勁。99號就馮百文所駕駛嘅福特佳里。
咁啊73號賽車咧就係由龍紅配所駕駛嘅30賽車喺第3位，85號賽車咧就係一架寶馬323i 嚟㗎，而65號嘅賽車咧就係由吳平滿所駕駛嘅豐田斯力架。咁吳平滿咧其實係嚟咗澳門咧，跑咗好幾年嘅賽車㗎啦。咁喺賽前咧，好多人都對呢個江少基所駕駛嘅30力徑都睇好佢嘅，都當佢為一種神馬。係。咁由於佢嘅試車成績好啊，咁啊再加上咧今次其他對手有意外，咁更加咧就成為佢一枝獨秀啦。咁啊而99號車咧就由馮柏文所駕駛嘅99號福特佳里咧嘅表現啊，亦係相當之唔錯嘅喺今日嚟講。佢喺琴日試車成績就唔係好理想啦。咁啊26位不入㗎，喺琴日嚟講試車。但係今日咧，由於即係其他嘅車手咧有意外出現，咁結果咧佢就能夠咧係乘虛而上㗎。咁佢嘅排位咧亦相當之唔錯㗎，就係排喺呢個第7位㗎，佢嘅試車成績。99號馮柏文，而家喺松山灣角嗰度啊。第1名同第2名咧相差咧亦都好遠啦，而99號同埋跟住嘅73號咧亦都係相差好遠啦。咁啊而家咧入到第9個圈嘅賽事咯喎。咁啊睇嚟咧佢上前挑戰87號賽車嘅機會咧就比較少啲㗎啦。去到海角遊運啦，福特佳里跑車嚟嘅。咁佢同冠軍而家排第1位嘅江少基咧，所揸嘅30力徑咧，亦都係同樣係 E 組車嚟嘅，E 級賽車。99號馮柏文就喺灣角裏面過咗其他車啦，過咗嘅咧就78號賽車啦。咁啊就係咧由林順章所駕駛嘅。咁啊啱啱咧76號車咧入 pit 啦，76號車又要入廠，咁啊就係由黃慕榮所駕駛嘅30力徑。新手賽咧好多後勁不計喎，冇辦法啦，因為咧對車嘅性能同埋掌握方面咧嘅經驗都唔係咁豐富，咁因而咧會出現呢啲咁嘅情形㗎。可能開頭咧有啲車手就都太盡啦。嗱，而家見到咧就73號車啦，咁啊73號呢個車咧就目前係排喺呢個第3嘅席位㗎，咁佢就係由呢個香港好手盧鴻佩所駕駛嘅一個30賽車，咁力追住佢嘅咧就89號賽車，咁89號咧就係第4位㗎，89號係第4位㗎，就係由呢個鄺志偉所駕駛嘅豐田 Corolla， 咁啊似乎咧有意係向呢個3甲裏邊挑戰啦，咁呢兩架車咧相信會鬥得咧相當之激烈㗎。咁而家進入，哎呀，啱89號嘅鄺志偉咧就幾乎咧又食埋去呢個彎角㗎啦，咁啊好彩咧佢回走得快，咁啊所以咧喺新手賽裏邊分分鐘會出現呢啲咁驚險嘅鏡頭㗎，咁啊啱啱喺我哋面前過去咗嘅啫。89號車咧谷得好盡啊嚇！嗱睇下爆出葡京灣係一個需要注意嘅彎角，對新手賽嚟講，都有3個路口嘅，食住個位。兩架車一齊駛上去呢個加斯蘭。好用啊！
嚟咧就89號嘅鄺志偉有冇辦法啦？係挑戰盧鴻佩啦。咁啊，而家已經係第9個圈嘅比賽啦。哇！大家得手的。香港車手盧鴻標。大會公佈嘅就係87、99、73、89以及69。已經進入9個圈嘅賽事啦喎。咁啊，應該咧就87號車咧已經喺最後一圈咧進行比賽啦。咁佢一翻嚟嘅話咧就完成咗呢一項嘅房車新手賽。咁但係而家鬥得最劇烈嘅咧就係第3、4位嘅名次啦。咁啊就係由73同89之間咧兩架車咧喺度力拼㗎。咁啊87號咧江兆基咧啱啱咧已經越過咗終點啦。咁啊成為86年度嘅房車新手賽嘅冠軍盟主。咁啊呢項充滿咗刺激嘅房車新手賽事啦，就喺眾多意外底下啦，亦順利完成。大會已經真係發咗呢個黑白間旗啦。係啦。咁啊勝利者87號江兆基，99號又啱啱喺終點前過去㗎。咁啊，究竟係第3名係邊間咧？相信大家比較關心一啲啦。咁啊，以現在嘅形勢嚟比較啦，咁啊，房車新手賽10個圈嘅賽事咧已經係圓滿結束㗎啦。咁嗱，第3名㗎，冇錯，過終點啦，就係73。第4名89，第3名嘅咧就係由盧鴻標所駕駛嘅30賽車，係奪得咗呢個第3名嘅季軍錦標㗎。咁啊86年度嘅房車新手賽事10個圈嘅比賽，啱啱咧係圓滿結束㗎。奪得咗冠軍㗎，就係香港車手江兆基，佢所駕駛嘅87號賽車係一部30力勁7寶嘅賽車。第2位嘅呢，就係駕駛99號車嘅洪柏文，佢所駕駛嘅就係香港一架呢福特卡里 E 級嘅賽車，係得第2名㗎。咁第3名嘅呢，就係駕駛73號賽車嘅盧鴻標，佢嘅賽車呢，就係一架30力勁7寶嘅賽車，亦係屬於 E 級嘅賽車嚟㗎。咁而得第4位嘅呢，第4名嘅呢就係由鄺志偉所駕駛嘅豐田科羅拉啦。新手賽車咧，開頭嗰幾個圈係最緊張自己㗎。一切嘅意外都係嗰度產生出嚟㗎。亦都好多意外發生啦，好在咧就車手未見到有咩損傷。大會公佈，咁87號賽車呢係以31分6秒05嘅成績完成10個圈嘅比賽而得咗冠軍。第2名呢就係99號賽車，就係由馮柏文所駕駛嘅福特佳里，係以31分40秒02得第2。第3名嘅就係73號賽車，由盧鴻標所駕駛嘅30力勁Turbo，係得第3，嘅總成績係32分23秒72。第4名嘅呢就係89號賽車，係由鄺志偉所駕駛嘅豐田科羅拉，佢嘅成績係32分24秒47。而第5名嘅呢就係駕駛69號賽車嘅，就係謝劍德，佢嘅成績呢就係32分41秒68。呢個呢就係豐田7寶嘅賽車嚟㗎，就係一架呢就30力驅7寶嘅賽車嚟㗎，係得呢個第5名。同埋優勝者
接受祝賀。 5個圈嘅賽事，咁啊我相信。